多亚哈给人工作引来引无限了，可能会没时间看报纸、听广播，所以就不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。这个时候你可以问问别人，要怎么问呢？听好了哦，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今天有什么新闻？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去，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哇！怎么啦？哎，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今天有什么新闻啊？看你们两个讨论这么认真，说来听听啊。新闻？没有啊。哦，最近好忙哦，连喝杯茶关心一下天下大事的时间都没有哎。你知道吗？顶不你今天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哎。不过你怎么会突然问我们今天有什么新闻啊？没有啦，因为我昨天啊在天师电视上面刚好看到很好笑的事情，我想说你们可能在讨论，就想说一起来分享一下啊。天师电视。最近忙成这样，哪里还有看电视的时间啊？对啊，我们的生活啊已经被工作给占据了，没有时间看天师电视哦。那我想报纸、报广播就更不用说了啊。报纸和广播，报纸和广播，我哪里还有那个美国时间啊？你以为每个人跟你一样闲啊？对，不过不要跟你们说这么多，你看看林阿美，天都要黑了，傍晚了哦，再不快一点啊！你们可能没办法准时下班哦，要不要我帮忙？好啊，你好哎。我开玩笑的啦。复习时间，今天有什么新闻？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